議員出來清服務處，為了讓親子家庭有一個清涼趣味又個安全暑假，在安南區規劃辦理坐場親子水上樂園活動。第3場次活動，16號下晡在日本燃料雕興宮登場。現場除了提供免費地瓜球、棉花糖，讓民眾排隊索取，更為每一位小朋友準備了水槍，讓大家歡樂耍水。覺得這個活動怎麼樣？很棒，很讚，然後大家都可以一起在這裡玩這樣子。對，夏天玩這個，夏天玩這個比較清涼啊，比較涼，比較舒服啊。還不錯，還不錯，就是有玩，然後又有吃的。趕快到台上來，趕快！來，你先對啊。出來請表示，透過親子水上樂園的舉辦，鼓勵親子家庭走出戶外，遠離山寨商品，也凝聚了社會感情。不要讓小朋友整天是只能讀書，或是只能沉迷3C 產品，然後就走出戶外來跳跳唱唱，運動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呢，都是跟他的同儕同學們啊，社區的居民，大家可以在這裡聯誼，那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。整個暑假，我們就是安排一連串的親子活動啊，來呼籲小朋友走出戶外來運動。為親子耍水到社區交流，讓囡仔放下手機走出戶外，在炎炎夏日耍了歡喜，也讓家長留下難忘的親子回憶。但是新聞中採訪報道。